光宇，你大概跟我们提一下哦，你大概是什么时候收到成大医院对你父子的这个回复？大约在11月25号的下午的时候，人事室主任有打电话跟我说我要回斗六成大复职。啊，那时候他还跟你讲说几号复职？那时候他说29号，我有跟他说29号可以回去复职。哦，29号复职。那你今天回斗六分院复职哦，那你今天回去那边你安排在哪个单位？我去的时候才知道说我是在总务组。总务组。那担任做的工作内容是什么？行政工作。行政工作。那行政工作是包含什么？就是采购的一些文书处理。的文书处理、文书作业。那这是属于行政内勤的工作。对。哦，那这跟你原本的专长好像不相符哈。是。那你有什么看法？对于这样子的安排？虽然我还是蛮希望，我很喜欢我以前体外循环的工作、叶克膜的工作，因为那时都是可以帮助到很多人的啊。可是因为有一阵子没有工作了，所以就是我也能够体谅院方的困境，所以我也接受这样子的安排，这样子。那所以你也是希望说有机会，你还是能够回到这个体巡师的这个职务上面。希望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还是能够回到体巡师的工作，因为这是我最喜欢的工作。那家人对于父子这个你安排到斗六分院有什么看法？家人也是希望我能够尽早回到职场工作，那他们也是觉得我有这方面，我有体外循环方面的才能，如果就这样子埋没，也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我认为如果今天呢，成大医院对于我们3份报告，一个是一审，还有监察院，还有工程会里面，对于他们这个有职场霸凌的行为，这个职场的一个环境有落实改善的话，那成大医院这一次应该会主动的愿意让他回到他这个总院去做服务。那我们可以谅解原单位的人有担心的这个疑虑，那可是他还是可以到其他的单位，而不是故意让他到了这个斗六分院那边去，然后而且还是去总务室。那我们觉得这也同时不符合我们今年这个在年初的时候，这个台北护理之家大火发生之后，这个全联会他们喊出来的护理人员要回归护理专业的这一个要求，当时也是有护理立委一起来讲，我们护理人员应该要回归专业，而不是所谓的说在这个包山包海。那你总务室跟我们护理专业是完全不相关的。我们认为这样的一个安排，我们觉得成大还是没有做到他职场应该要改善环境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上。就是职业安全卫生法里面也要去考量到他的这个身心状况，还有他的距离的一个远距的一个状况。那更何况他的职业安全也必须要受到保障，这在公务人员安全卫生防护办法也是有的。那他其实本身也是个这个受害者，那这样子的一个安排，其实对他来讲，他也会有这个行程上面的一个影响。毕竟开高速公路，每天这样的来回这样开，对于一个人来讲，身心其实是很疲惫的。那为什么没有考量到说，他已经也是，虽然他有犯错，他也应该要受到惩处。我相信在这1年来，他已经受到了法院还有刑事民事的这一些，还有工程会的惩处。我相信对他来讲，他也已经有受到教训，他也有表达很大的悔意。那为什么成大在这个部分上面不能够释出更多的善意，考量到说他其实还有家人要这个照顾的一个状况，因为他的小孩子毕竟就是国中跟国小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是需要人家照顾的一个情况。那我们觉得在这个部分上面，成大还是没有让我们看出他有释出善意的一个改善。